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即马也开始用这网络直播来分享生活化台语。协会表示，讲这生活化运用是学语言上介好的方法，希望会当诱惑较侪少年朋友来学台语。你搁顶讲一个。哦好，食饭红毛喙，食饭红毛喙，讲假12对。用做实的假使来讲俗业，消解以前农村社会过生活的宝贝，嘛透过这个物件，互线顶的人知影台语的讲法甲趣味的故事。树叶玲珑果，愈摇愈大声。足侪物件拢已经失落来。这个俗谚语嘛是古早宝啊，像以前昔时贤文啦、古早人的话啦吼，我拢感觉讲，迄足好诶，迄应该吼爱搁了啊，甲推广，爱搁了啊吼，互人知，教互囡仔。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即站开始用网络直播推广台语，逐礼拜拢有无同的主题，希望用生活化佮趣味的内容，吸引互少年人学习台语。咱用足生活的代志来咧讲安尼，互大家较紧接受，大家较紧学这咱一寡知识啦、常识啦，即个生活中拢会当去学着，安尼包罗万象足好诶。协会表示，对着时代进步，语言教学的思考嘛爱改变，袂当阁只是透过课本的内容来上课。目前因网络直播已经有3届，一开始是15分钟，未来会看网友的反应，才过来调整时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